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228纪念日满74周年，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参加一场原住民族甲228学术研讨会时阵来表示讲，当无共的族群对228的记忆，拢会当互听到、互看到的时阵，那安尼转型正义当中的追究历史真相，才会当真正来达成。我们228事件不只是简单的省级冲突。 在当时，台湾的原住民族前辈有些受到了牵连，不幸受难，也有一些人积极奔走，避免冲突扩大。呈现这些多元的历史记忆，有助于我们在74年后的今天，更完整也更深刻地去理解228事件造成的影响。同时，我也认为，当不同的族群对228的记忆都能够被听见、被看见，那么转型正义中的追求历史真相，才会有真正的达成。总统嘛来强调讲，对这个官方来讲，历史不再是禁区，原住民的观点嘛未各方忽视。请看中间的摄影记者，请看右。